徛在地看世界来看，英国抢全世界的头一个，后礼拜就要开始注新冠病毒的预防针。台湾咧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明年的3月到6月，那呢，咱国产的疫苗敢会赴咧明年的6月接力来提供疫苗咧。国共生技的总经理讲，会努力拼看咧。 点点滴滴，什么时阵会使变成咱身体当像铁壁？英国伊嘛当先后礼拜开始注新冠肺炎的疫苗，这是全世界第一。台湾有3间疫苗厂，即摆要搁咧研究上紧的这个国光，正在第一期的临床试验。明年6月，伫外国疫苗后壁开始注，敢有可能？ 一起完成，如果根据这个食药署的规定是要到有一些6个月打完之后嘛，那当然今年12月是不可能嘛。我们是尽量努力嘛。那如果政府觉得6月重要，那我们愿意配合。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认为讲，欧美国家卡手较紧，明年6月有可能全面就会使做，不过台湾什么时阵对人会丢？台湾你从4月到6月，我不知道。 能不能拿到疫苗，这个是很大挑战。我们国外买的采购疫苗的时间退后，那也很麻烦吧？我们欧美都已经打完疫苗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时机的掌握跟那个量多少，其实对台湾非常关键。 市政府表示讲，若是进度顺利，上紧明年年中就使申请紧急的授权注意风车，时到大家都有福气啊。